布袋戏是台湾人自古早到大重要的娱乐之一，刻红仔的功夫也对时代的脚步愈刻愈有路。已经刻几啊十档的科协营，就是刻布袋戏红仔真出名的师傅。即马台北五戏馆等咧等伊的展览，也替伊出册，咱做回来看。我们这一区啊，是我们的金光布袋戏的戏构。红仔的面型特别色水光显，有的角色头顶阁有三角点点，这是台湾金光布袋戏的特色。伫台北五戏馆最近嘛当咧举办刻这种红仔的重要师傅科协营的特展。爱刻出来拢非常有特色，做出来效果嘛袂歹，所以伊就安尼算一开始，咱原本最传统的布袋戏，落尾后开始有金光戏，咱台湾的特色。会当算是对科协营这个雕刻师傅开始。馆长表示，伫国60年代开始，布袋戏家乡内底戏演出，足侪角色原本传统的拢无，团主顶顶就会敲电话互刻红仔师。科协营厉害的所在，就是伊竟然想会出遮侪红仔的面貌，创造出真侪特色人物。亲像大侠毕楚王、前总统蒋经国等等，即届展场就展出要8新红仔。可以看到，其实老师他的作品都是比较写实魔幻的，你很难想象为什么，他没有看到，他只是了解偶的一个应该说角色的特色，他就可以去刻出，都是由他自己去想象。台北五戏馆表示，除了展览嘛，新出一本专册，小解科协营师傅的一生，甲伊所刻过有代表性的红仔，希望互外界熟悉这位台湾金光内底戏的重要幕后推动者。记者丁雅文、许凯台北报道。